来乡亲啊，咱就煞来看即件台南市一个3块1的警官曾武玲涉嫌着恐吓处财，佮介入无正当的男女关系，甚至看年暝开车冲撞远景，警方开9000甲围捕，结果是互记2支的大告来免职，嘛再度来重伤台南市警察局的形象。啊，这个台南市的治安，为去年11月以来，都有真侪事端，先是伫学甲发生88起的枪击案，到今也未破案。随后阁有远景暗号啉酒赛车，暗号啉花酒的。啊，这个议长的选举，阁传出着恐吓案。即卖警察局秘书室的主任曾武玲，阁卡着代志。这台南市警察局的局长彭永玲，一声恐惊爱倒告咯。这是我必须要负责任的地方，所以我也不回避我应该负的责任。心情震动，因为伊爱将曾武玲涉嫌恐吓处财案交去风波内，搁一摆影响台南市警察局形象。警察局长彭永玲家己处分，伊拄当多数之手，互台南市警察界士气变甲冷冷清清。从去年11月开始，学校发生88起枪击案，亲手含无主嫌，到即摆也未抓到。所以12月中，佮传出警察伫咧食花酒，佮涉嫌啉酒赛车逃走的事件。我承诺，只要我在任的一天，我一定会努力的去破除这些在地的不良文化，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有一个新的地步。这打讲要合法整顿，是因为到12月底，议长选举前，佮传出恐吓案件。12月底，佮发生台南市高阶警官曾武玲涉嫌恐吓处财，即马就传出彭永玲可能会被调职。但这一次出包的，也就是局长的心腹，我相信出了这么大的包，让台南市警界蒙羞。局长本身难辞其咎。这个异动有利也有弊，因为一个优秀的长官因为部属犯错就要被调开，反而换了一个不熟悉地方生态的人来到台南，其实对市民朋友来说不一定是最好的安排。短短2个月时间，治安见效台直表，佮听讲1月中警察界大调动，彭永玲可能会被调离开台南，不过即马无这个会通配合去，敢会调过去也唔知影。只是彭永玲2021年1月做到单，真无简单，当要2年，嘛互人怨叹台南警察局长这个位无好坐。台南市的警察局长在过去已经换了好几任，有连续2、3任局长任期都不到1年。方局长应该是要戴罪立功，赶快把他这几个重大案件对社会有所交代。台南警局别臭名声，彭永玲的官位对你摇落，是离开或者是留落来，嘛敢会当配合中央调度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